国民党的党主席吴敦义为这届的败选来负责，下晡率领一级的主管向中常会来总辞。这个新主席真紧就会来产生。马英九、朱立伦甲侯友宜拢是热门的人选。我们一鞠躬，谢谢。为着国民党2020败选负起全责，党主席吴敦义15带领一级主管向中常会请辞。多数中常委已经偏向未慰留。他今天也应该就会总辞，就会离开中央党部哦。太多的慰留，其实对党都是伤害，对吴主席也是伤害。任期要1个月，国民党34席中常委江启臣先请辞了后，总共7个人宣布请辞，也会当继续开会。包括前总统马英九、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、新北市长侯友宜。甲蒋万安、江启臣、李干秀，拢是新出席的热门人选。若未留就吴主席这个选项，没有，刚刚我已经讲过，没有这个选项。就是来代理性的这个主席，大概已经产生了，这样已经知道，但我不便讲。如果没有办法有一个改革的方向的话，可能这样的一个挫败会持续下去10几20年之久。到底什么人来接掌国民党，回应广大民意？中常会结束了后，就会有答案。